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增加1390例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破1000例。今日疫情上较严重，又原是新北500例。国内头一个新冠肺炎确诊转动前2岁囡仔，目前病情无乐观，家属已经签放弃急救同意书。政府征用快台汽车，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用骑名制方式，一个人上济买5起，上紧5月初就路。新闻头开先来关心疫情的情形。今日国内是增加1390例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拢破1000例啊。各县市的情形，尤其是新北上较严重，有500例；台北、桃园、基隆嘛拢有超过100例。因为确诊的人数日头咧增加，所以检验的资源有限。指挥中心就放令轻症甲无症状患者解除隔离的条件。确诊伫厝照护的患者，发病满10天，唔免阁采检，就会当解除隔离。国内新冠本土疫情阁创下历史新高，18礼拜一新增加1390例本土病例，连续4天1000外例。疫情分布全台湾19县市，其中有4县市病例数100外例，以新北市新增加500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270例，桃园市187例，基隆市115例。好佳在即届疫情超过9%拢是轻症还是无症头，人数累计1万外人。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已经有6县市实施轻症店厝照护。已经实际启动的已经有6个县市，那应该是新北市、高雄市、宜兰市、基隆市，花莲市，台北应该是今天就有一个单个区域，就在信义区要开始试办。另外嘛，新增加一个重症患者是60多岁男性，本身有慢性神经系统病史，做过3剂疫苗，已经伫使用瑞德西韦治疗，病况稳定。4月15日发病，采检阳性确诊，胸部 X 光显示是肺炎，目前住院隔离中。那使用瑞德西韦的药物在治疗。针对确诊者持续增加，冲击检疫量能，指挥中心阁放令轻症还是无症头改隔离条件。确诊了后，只要4天内2解采检阴性，还是5至9天采检1解阴性，安尼就会当解除隔离。10天期满也无需要过采检，不过采检要有医事人员执行，所以居家照护者无适用。一体适用于这个医院，还有加强版集中检疫所以及加强版防疫旅馆的这个个案那这个3个条件是都适用因为本土疫情断开，疫苗注射又搁开始抢注。目前国内第一期注射率是84.13%，第二期是79.35%，基础加强射是0.85%，对加射是55.13%。记者综合报道。是疫署将核准6岁到11岁囡仔注莫德纳。莫德纳是美国研发的疫苗，不过目前美国是无开放囡仔去注莫德纳，所以互未少家长是对安全性有挂虑。针对这项争议，指挥官陈时中是回应讲，欧盟、英国等等的国家拢有核准6岁以上的囡仔注莫德纳。也若是咱国内当时会开始互12岁以下囡仔注射，指挥中心这礼拜3会开会讨论。环保局人员伫幼儿园内底加强消毒，运动场、游戏区、教室每一个所在拢正认真。因为嘉义县一困头增加10例确诊，其中梅山家族群组9人，有2位确诊者是梅山乡的幼儿园的囡仔。那上午我们已经筛了323个人，梅山的幼儿园那整个停课1天，那做清消。那2个幼幼班我们就停课10天。国内本土疫情已经连续几啊天超过1000例确诊，互袂少家长真烦恼，因为12岁以下囡仔完全无做疫苗。就数14已经核准6到11岁囡仔做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因为台湾青少年是做 BNT， 毋过囡仔煞做莫德纳，引起外界烦恼。做了后是不是产生不良反应？我没有办法直接跟辉瑞来谈购买，因为本来辉瑞在销售的区域就没有包含台湾。而是在 BNT， 而 BNT 把这个代理就委托给了上海这个分装的小剂量的一个儿童使用的疫苗，这个制造是在辉瑞，所以 BNT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剂型，那权利这个是在辉瑞。
目前各国除了开放 BNT， 最近要开放莫德纳甲自由囡仔疫苗。上早是澳洲伫今年2月17核准，欧盟3月73，加拿大3月17陆续核准。英国是伫4月14开放6岁以上囡仔用做莫德纳。指挥中心按算伫拜三开 ACIP 会议讨论相关的代志。高雄市长陈其迈徛伫医生立场表示，囡仔做疫苗好处比歹处较侪，只要是合格疫苗，拢会建议。检视所有的，不管国外的资料跟我们本土的资料来看，是合格安全的疫苗，我都建议去打疫苗。不能说没有副作用啊，一定有一些有并发症，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利大于弊的。台北市府也讲，中央开完会确认，学校注册家长同意书拢会准备好，各每合病院甲学校住，新北会用流感疫苗无效进入学校来提供，按过完尊重家长的决定。已经安排好所有的 SOP， 小孩子都在学校上学，所以呢，入园施打将会是比例最高的。陈市长强调，辉瑞囡仔疫苗1万咧买，这段时间民间一直有协助，即马看四方合约是毋是有办法解决。啊，毋过这牵涉辉瑞 BNT 甲上海复兴3间的利润分配，主要是咧讲这对咱来讲，若是买着拢会使。记者综合报道。新北中和一个2岁囡仔确诊新冠肺炎了后，转做重症，病情是真严重。伊的妈妈已经签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因为即阵侪人咧讨论讲，敢会是卫生局协助送病院的时间有去签到，才会遮尔严重？卫生局报告详细回应，敢若强调讲，相关的单位拢会尽力把本分做好。救护车紧急送医，新北市中和一名2岁查甫囡仔着病了后带入监护病房，这也是全台头一个幼童重症。相信病房感受好起来，各界高度关注。新冠肺炎在这个小朋友上面的进展是非常快速，而且非常的罕见与严重。那这个是过去在医疗上面没有的一些经验。发病的原因，目前大家也怀疑说，是不是有可能除了新冠肺炎的感染之外，也同时有其他病毒的感染。病毒伫幼童身上罕见进展真紧，带医抢救几啊天，相互甲台大儿科重症相关医师已经共同会诊，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积极到伫救治。不过事发当时家属指控通报过程，卫生单位延误送医。10月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也批评市府后送制度问题，失去黄金救援期。4点半男孩意识不清。到最后7点半才到达双和医院。如果在第一个时间，家属打给中和卫生所就能够打通，那这个小男孩是不是能够早一点送到医院去？议员提出真侪质疑，包括家属卫生所电话卡袂通，卡互医救各方通知，爱出伫卫生所同意才会当派出救护车。批评相关局处会反向联系，出现空棚，来回用3点钟，才总算将查某囡仔送医，要求市府补破网，拟定统一堂口，佮建立幼童确诊指引 SOP。那我们也尊重中央，我们不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整个送医的过程中，不管是1922卫生局、消防局以及医院。我们是在传染病防治的一些规范下，我们全力都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对于各界的一些意见跟批评，我们会虚心的接受。卫生局强调无进一步回应，也不过对规个代志强调各局处会将代志做较好，做更较好。另外，新北市推出的虚拟病房平台为安怎无发挥功用？市长侯友宜讲，机制适用地处照护对象，确诊查甫囡仔属于地处隔离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政府统一定用快台试剂，规划用徛名制方式，互大家人拢买到。指挥官陈市长今日表示，规划一个人上济买5支，计少有机会会当压到100块以下。这个政策上紧5月初会开始实施。不过因为即阵大部分的试剂拢去互中央收去，地方的库存已经用到要见底啊，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呼吁中央要赶紧把试剂拨落来。连续真侪天确诊数千外例，疫情严重，政府定用的快台试剂要用实名来领，因为厂商无会供应给邮局，一寡民众想要买快台试剂，拢买无。因为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嘛，那备着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新闻有在说嘛，有要准备一点。大部分产能也是被政府在征用的状态，所以其实民众现在要买到快筛非常困难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跑了好多个地方都会碰壁。
政府已经开始停用快筛剂，一箱一箱试剂运送到新北市卫生局。因为新北疫情严重，指挥中心紧急配送40万份的公费家用快筛试剂，先予双北、桃园、花莲等4个高风险城市50万份。像花莲快筛剂优先予确诊接触者使用。新北市长侯友宜就甲中央讲，快筛剂严重无够，希望赶紧分配定用的试剂。今天中央很不容易，也很辛苦，给新北市3万支，还是3万剂还不够，我们56000的及格，一次性发放。第一次筛检完之后，他必须要发给他回家的部分，这个我们会优先，因为原来的库存量也不足了，因为居家隔离突然间增加了太多的人数。虽然各县市快筛试剂无够，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讲，快筛用实名领，上紧5月实施，每人限买5支，价销会当伫100块左右，以市场买也甲实名领同齐做。实名制让大家有一个公平评价的一个机会，来做购买。那不管是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这些需要用的，那还有热点的快筛，这都是使用公费的来使用。政府也尽力提升国内家用快筛试剂的产能，预定5月开始，每个月上大产能到1280万份，听候新购买的设备到位，产能会当阁提升到1580万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新的本土病例有关是新北上介济有500例，台北270例排第2。台北市规定，柯文哲今日是批评中央，全国轻症提出较好的指引，速度比地方定价阁较慢。未来若是各县市无统一，是会出问题。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建议讲，伫咧居家隔离的采检流程爱改更较单嘞，安尼才会当降低基层负担。从7点半就开会开到11点45分了，开了3场会议，中间只有1分钟可以上厕所，比赛4、5还累了。因为接触确诊者期间隔离第一天，柯文哲用视讯会议管理市政。柯文哲讲，台北市18本土确诊病例是270例，伫厝隔离人数9047人，而且持续增加。柯文哲18表示，未来全国居家隔离可能达到6万人。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爱台北市加强伫厝的照护的速度。柯文哲颠倒批评中央卡布斯地方无提出全国性的指引，后届各县市中间恐惊出现问题。台北市现在的案例也多，那今天从信义区开始来做，恐怕这个脚步还是要更快一点。这个陈时中建议我们动作要快一点我也很希望快一点的。可是我跟你讲，大家先讲好，目前中央是没有什么标准准则我们台北市就先走了你再过1个礼拜，一定每个县市方法都五花八门的，一定会出问题的，或者说一定会乱。如果我们在战略上要与病毒共存，采用清零的战术来做居家隔离跟停课，按2个礼拜内，大概所有学校都停课了。台北市嘛加强对7段5路场所检查，是毋是落实实名制，还是疫苗注射这防疫规定？在一开始30天内查到违规3届，就停业10天。违规祭点1次，加强稽查的频率。如果10天之内稽查2次，那30天内达3次的被祭点的话，就会停业10天。另外，新北市18新增加本土病例也是全国上悬500人，科内居家隔离人数也总和新悬14616人，店厝居家照顾确诊者17位置，拢总1070人。市长侯友宜是讲，疫情也未到最高峰，也毋过地方基层已经为着居家隔离各项麻烦的作业无法度处理，希望中央爱想办法。尤其像机格的通知书、电话说明，这些都消耗了所有第一线同仁的量。所以是不是可以用健保快易通或是简讯通知的方式，或是其他方式？我们建议中央这一点要去思考。侯友宜也提起到居家隔离者做 PCR 检测的时阵，无论医疗检验量能，还是防疫计程车数量拢真严。伊甲中央建议改做居家隔离者快筛阳性，则需要做 PCR， 通降低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家人因为有警察去小吃店造成一波群聚感染。今麦台北市的警察局嘛查出有3个确诊的员警，要去找小姐陪酒唱歌，而且疫调时阵阁无老实交代。另外有一个员警是要去酒店消费，却是骗讲干那去酒店附近找朋友，所以今麦台北市警察局决定要甲这4个人当处罚。
清洁人员伫警察局内详细消毒。台北市连续有警员着病，18个增加5人确诊，累计确诊达到25人。只是疫情严重的时阵，市警局所查出第一波确诊的艋舺分局甲市刑台的3名警员下班了后，到 KTV 唱歌过程中，找团不小姐陪酒，煞伫进一步摇掉了后，才讲出实情。另外，大安分局有确诊警员，讲是去酒店附近找朋友提锁匙，要叫药调人员一查，发现伊有上酒店消费，结果干办公室有超过10名同事封口的隔离。该4名员警涉及违纪染疫，将从严就责，从重惩处。本局在此重申，疫情严峻期间，同仁应加强自律。作为保护人民的人，下级规矩。也无照实说明，强调市警局将要严厉处罚。同款无配合防疫，也有新北市一名查甫人，伊是确诊了后，将手机放伫厝，就出去拍球，也去买物件，也伫 IG 发限时动态，结果互截图检举。他是我们居家照护的对象，所以他必须要在家中1人1室做隔离。他已经是确诊者，明明知道自己是确诊，还私自外出，而且还公然PO网，严重挑战公权力。所以我们决定在考量种种情况之下，要重罚他150万元。疫情期间无遵守防疫规定，卫生局表示，因为违规的情形严重，所以将7名确诊查甫人强制送集中检疫所，各罚150万。若讲有传染他人的顾虑，甚至可能有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全国中学运动会大部分的项目是因为疫情延后，即马照常比赛项目当中所传出有一个轻艇的选手确诊。所以，对今日开始，所有的比赛暂停3天，要看采检的结果安怎，才决定敢要继续比。另外，台中今日是有41个本土，是今年上界侪一天。所以市府搁再实施联合车公区，民众简单当伫咧1楼出入。花莲里鱼潭4个工作人员上侪清消，因为部分赛事照常进行的全中分传出有选手确诊。花莲县府18日伫防疫记者会证实，一名参加轻艇赛事的选手17等饭店了后发烧，后续快筛甲 PCR 拢是阳性。他回到饭店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体呢不太舒服，然后有发烧的情形，所以就马上跟教练反映，通知我们全中运的执委会安排 PCR 的检测，然后 PCR 结果阳性而确诊。花莲县府表示，确诊选手住伫玉山新学院，有带210位选手甲队职员，目前全面快筛当中。另外，全中运执委会也决议，即马开始到20暂停所有赛事，但后续疫调结果了后，决定是毋是继续办。花莲18增加57人确诊，社区体检需求愈来愈大。国军花莲总病院决定设得来速快筛，民众开车入场，伫车顶完成登记，第站落车采检了后，等于离开。但感性通知结果，能减少百例交车感染的风险。院体周边的一个车道来作为一个得来速的一个设计，所以让我们的进来采检的病患可以有一个顺向的一个动线，好，然后一路做我们的登录报到，然后采检完就可以直接开车离开。各县市公务机关拢传出确诊个案，台中市18有41个本土确诊，创今年5日新高。市府宣布重启3级警戒期间的联合办公区，民众今日应伫市政大楼1楼出入，所局处单位全面分层分流办公。市政府的机关不能瘫痪掉哈，也因此呢，我们提前实施，从今天开始，我们各个局处机关的同仁必须分仓分流，市长的办公室不例外。目前包含当时关注案有16例，宜兰进行团有13例，市府决定提前备战，避免疫情影响公务系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炭烧，侪民众拢抢要保防疫保险，保险公司是小煞停卖现有的保单。金管会保险局表示，为着因应轻症治处较好，会定出新的理赔原则，出新的保单。目前规划方向是要比较一般的病房，看大几天赔偌济。我有5张防疫保险单，一旦被隔离，可以拿到24.5万。为去年1月一路买到即马，纸本申请加上线顶投保，手头有5张防疫险。去年5月疫情大爆发，因为当时确诊封口的隔离，当时就是靠着500块大散防疫新单，处理10万的理赔金。也毋过，伊讲即马本土疫情大爆发，靠的隔离条件更较严格，买防疫险袂当只看隔离赔偿金。
因为现在政府不匡列了嘛，那你现在出去搞不好你旁边就是确诊者，你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担心的是住院跟确诊金额，确诊金额我买了5张，所以我总共可以赔33万。各种防疫保单陆续停卖，将进行大改版。金管会保险局表示，新版防疫险内容将独立轻症地处较好，虽然地处，不过只要有医疗行为，就会比较一般病房保险进行理赔，单元一工1000至3000不等。不过因为是轻症，所以负压隔离病房、加护病房等一工加急可能会取消。另外，虽然是轻症，不过也是确诊。若讲有确诊定期补偿金，需要医药给付。不过理赔金额会下收。要在家里头要有治疗的行为，在家里头要吃药啊，我的药可能不够啊，又没有吃药，那这个可能在理赔上是带争议的地方。有一些公司会采用的实支实付，额度是指的是上限，那这个部分他就要拿单据，他不看单据的，但是他把额度稍微放低一点。保险局表示，这礼拜也阁有9张防疫保单推出，强调民众白买白条。另外，一个人买几啊张的防疫险规定，每一间保险公司拢应该先询问确诊客户，才评估敢是核保。另外，因为有民众了解赶伫被扣的确诊进前投保，为了避免理赔争议，保单等待期将有长到5天才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对这个月2日开始，若是要对团员毋是互相熟悉旅行团，就要注满3档疫苗才会当参加。旅行业者是阮政府无甲因讨论过，就决定一项政策，互因即马是真歹处理。因为民众退订旅行社爱退钱互因，毋过因先落互饭店的钱，若是饭店无愿意退，旅行社嘛简单当甲损失吞落去。8月平常日，高雄这间连锁饭店大人无像酒吧遮尔济，为提升大房率，佮推出加币饼仔下晡点心，互大人免费食，希望服务老人客。不过中央要求自日开始，国内旅游团体甲无特定人士组团旅游，无做3期疫苗袂当参加，互饭店特定电话才袂刷。阿公阿嬷可能他没有打到3剂的部分，他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些团体，那变成这些团体可能就要延后或者是取消。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饭店的住房率会降低。旅行业共款电话接袂刷，甚至有人讲可能有真侪间会倒去，也表示政府无间讨论就宣布禁令，环伫消费者甲饭店业者中。虽然讲营造定型化客用向民众要求照比例付钱，按过饭店无专业退钱，旅行社爱家己吸收。取消，那他是怎么样去认定，把一些规则定清楚？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政府单位在做任何的决定当中，还是需要跟我们业者稍微大家讨论一下。旅行工会全国联合会按算伫19开记者会，要求中央重视佮提出解决方案。这禁令连交通部长王国材讲，拢无比事先告知。的确，这次指挥中心的宣布很突然哈，包括交通部跟观光局也是报纸看他才知道哈。时间相对的赶，那天也表达抱歉，没有跟相关的单位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但是我们有跟行政有报告。交通部努力危机处理，航空业已经讲好完全退费，旅宿业也在沟通。另外，劳动部统计全台已经13000多人放无薪假，上主要行业是包含旅行社在内支援服务业，第二关的是运输长途业。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绕境都结束，刷落去5月20日，白沙屯妈祖嘛要出巡，今日已经开始报名。江天宫表示，为着防疫，信众爱注满3档疫苗才会当报名，而且无要提供大房。规排伊个头啊排一列，甲庙里白沙屯江天宫的香客大楼围一列，这拢是准备报名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信众排。这个家己来的信众，为着替90岁阿嬷祈福。伊6天前就来这排队，顺利抢到头香，所以伊是头一个报名的香灯卡。我没有带着阿嬷托付，但是我都请示妈祖婆说，我可不可以代替她背着悲伤，然后帮她走，对，走完全程。走完全程。
这届白沙屯妈祖进香煞伫大甲妈后举行，一定有9万人参加。苗栗蒋天强表示，报名香灯开时间到后个月16，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现场除了爱填写报名单，爱搁附注满3支的证明影印本，庙方才会发放证明，确认了后才会当参加。因为疫情，今日大家规定客座会，原来有开放代理报名。因为有卡在3G 的问题，应该不会如我们所讲的9万人报名。那当然还是参钱为主啦。没有打3G 的，我们今年就暂时不要去进香。蒋天强表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香客大楼无提供大眠，不过也是出现信众来排队的情况，也呼吁信众爱做好自身的防护。目前进香的行程是无受影响，一定5月20出发，22到北港。因为白沙屯妈祖伊的路线拢是妈祖家己决定的，对信众来讲嘛是一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有关受到罗西亚强烈的攻击，西部利沃夫、东部哈尔科夫、北部切尔尼科夫等等城市，拢去互飞弹轰炸。互罗西亚围攻要2个月，南部马利坡市中心已经看无半地完整的角势。面对罗西亚放调讲，若是马利坡唔导航，只有死路一条。不过乌克兰的军队依然坚持固守。乌克兰附近波兰的大城利沃夫18世纪大约7点45分响起一连串的空袭警报，45分钟了后，就传出爆炸声音。州长科奇茨基伫 Telegram 发文，证实有4粒飞弹击到利沃夫地区，呼吁民众踮伫避难所，唔通冒险。俄罗斯大军往东部顿巴斯地区移防了后，对乌克兰各地空袭的范围得咧纳来纳大，北部的切尔尼戈夫、东部的哈尔科夫、克拉莫托斯克，甚至首都基辅的西科维地区，不时拢有炮弹落来，民众死伤的消息一直传出。已经互俄军围攻7个礼拜的南部战略经济大港马利坡，17日都互俄军最后通牒，爱上来俄军放落武器就会当保住性命。定伫台湾时间17暗6点的时候已经过啊。乌克兰守军这一摆犹原无投降。外长库列巴迄天接受美国 CBS 新闻节目的时阵讲，俄军准备无受到一切代价，将马利坡毁掉。The remainings of the Ukrainian army and large group of civilians are basically encircled by the Russian forces. They continue their struggle, but it seems from the way Russian army behaves in Mariupol, they decided to raze the city to the ground at any cost.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若讲俄军开始马利坡村的士兵停火谈判，就将结束。总理斯米加尔表示，乌克兰想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要不过若必要也会拍到底。虽然全国各地有几啊座大城互围困，也不过到今，除了南部赫尔松之外，无一座城市沦陷，顶多是有900多座城镇互解放。伫代表中心甲希望的过偌济周末，经过战火的民众比以前更较虔诚的前往教堂祈祷，希望和平早日来。Тяжко, дуже тяжко, дуже страшно. Але до Бога треба ходити. До Бога треба ходити. Якщо не він, то хто? Щоб за них молитися, щоб хлопці там стояли, щоб у них була сила і віра була. Це потрібно, і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і їм. 另外一方面，波兰边境服务单位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17有22000人经过边界登记乌克兰，离境波兰的是19200人，这是自俄军入侵以来登记乌克兰的人数头一摆超过离开的人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这礼拜是过偌济假期，不过却发生3件枪击案。南卡罗来纳是连续2天有百货公司甲酒吧有人开枪惹事，宾州的 Pittsburgh 嘛有人伫咧 party 的现场开枪。这3件枪击案是计共造成2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现场救防锁线，正侪警察伫咧现场搜证。美国宾州匹兹堡市北区一栋短期出租的厝，17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迄当阵正伫咧办一场 party， 现场差不多有200多人。枪手伫咧室内开50几枪，有人对厝内窗仔门跳来，造成骨头断去加侧壁伤，也阁造成2个人死亡。 2 lives lost
and hundreds of lives are forever changed because we have yet to pass meaningful legislation to lessen the amount of guns in our streets or provide the much-needed resources to communities desperately in need. 警方认为，犯案现场有几多位枪手，正伫咧继续调查。美国复活节的假期拜六无啥病症，包括这件枪击案在内，总共发生3件大规模枪击事件。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一间购物中心，当地时间16日昼也发生枪击案，造成9个人着枪，5个人跋倒，总共14个人受伤。We don't believe this was random.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in situations like this. We believe that the individuals that were armed knew each other, and there was some type of conflict that occurred that resulted in gunfire. 验估目前只敢一位22岁嫌犯被抓，将会面临着非法诈枪的指控。而且代志发生的隔当天，汉姆顿郡的一间酒吧也发生枪击案。当地执法部门讲，并无接到人员死亡的通报。CNN 报道指出，至少有9个人受到枪伤。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即卖立法院迄栋建筑物已经用61栋，内底空间规划已经无下即阵使用。立法院长尤锡坤今日就提出19个新国会园区会当考虑的地点，而且会对明仔载开始甲即寡地点的地方政府直接。针对这项提议，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认为讲，较早空军司令部也是后备司令部较适合。尤锡坤是表示会保持开放的态度，甲各界讨论。立法院前件已经讨论几啊年，即马跨出重要第一步。院长尤锡坤带团展开新国会园区选举的行程，提出予立法院加做真真正正的最高民主殿堂，全国人民集邮电控中心，国内外游客参访地标等5大观景。立法院伫1961年成立，即卖地址已经有61年，是全国各级民意机关上老旧的建筑。多年来的使用，造成办公场所为环境救室、会议室散伫各所在。尤锡坤讲，连甲其他先进民主国家国会比，拢讲袂出嘴。好，慢了30年。那我们是觉得以现在台湾在民主方面的表现。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庄严非常庄严，代表国家主权象征的一个国会，那来凝聚全国更好、更多、更深的向心力。可能性的对抗跟沟通，为什么叫做对抗？因为这个民主社会，有人会反对这些地点在这里。有人会赞成这些地点在这里。保证立法院前建提案地点，包括原地址在内，拢总有19个所在。位伫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宜兰县，以上北为上大宗，包括县治改建。立法提案的中正纪念堂、南港202兵工厂等12个所在。新北市有土城看守所，台中有成功岭、高铁台中站等4个所在。彰化县政府建议高铁彰化站、宜兰县也有立委提议2个所在。尤锡坤将带团19启程拜会各地方政府。台北市长郭文哲指出，立法院也是适合伫台北因为空军总司令部的旧地址，后备司令部较适合。现在等于是有19个地方，那我个人是开放的态度。尤锡坤讲，伊任内目标是找到适当的地点，并未便利预算改建，保持开放态度，就这座倾听之旅甲各界沟通，佮由各党团推荐委员成立的国会前建监督委员会做政策讨论甲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鸡蛋的介绍，毋若无降落来办事，对今日开始，产地价甲大麦价逐台斤要阁起2块，大麦价已经起到50。两商是表示，饲料的介绍、气候、禽流感拢影响着产量，介绍才会阁起哩。也若是农委会是表示，会继续进口应付需求，毋过介绍敢有法度回稳，着爱阁观察。民众去菜市买鸡卵，毋过买的数量可能就爱斟酌，因为鸡卵介绍阁起咯。超心疼的啊，什么都贵。养鸡的、卖鸡的也要赚钱啊，成本提高，这就是。民众讲，两价一直称悬，鸡开袂少钱。10月开始，鸡卵产地介绍甲批发介绍全面拢阁起2块，产地介绍每台斤40块半，批发介绍是每台斤50块，拢创历史新高。过年前那一段啊，
又没蛋，然后又贵。现在好像也是一样，蛋还是不够，价钱又更贵。虽然1月初农委会宣布2个解除天气，不过欠农也是事实，也互工会无法度对得到需求。两农表示，虽然顶一摆每台斤提悬2块，也是无法度反映成本。这一摆虽然各起2块，不过上济干能互生产的压力小可长好一点啊。饲料地起是两家拢唔起，是不是袂趁钱？这拢唔是长期的办法，所以一定要回归市场机制啊！应该起你就要起安尼。但秋提表示，受国际原物料价格影响，饲料价格也一直欠悬，饲价成本增加将近1倍，加天气强烈感拢影响两个产量，需求的缺口无法度补会起来，目前反映市场机制是无上限。农委会表示，目前供货量逐工维持伫10.8万箱，4月开始每礼拜进口100万粒，不过什么时阵回稳，爱着看大环境。大家看整个供需的状况跟那个饲料成本的一个波动情形，来去做一个等于是总体的一个观察。全球也限制欠粮压力，除了美国、法国爆发几摆禽流感疫情，恢复生产至少要几个月。俄乌战争扰乱乌克兰鸡卵出口，短时间看无好解。全球两家即马是真歹回稳，各国也拢在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有一个中医师利用掠灵等等的治疗方式，涉嫌性侵2个女性的病患。不过，对2019年开始，伫咧拍官司的期间，这间诊所依然是继续营业。但卫生局是依法要求停业，无排队的废除执照甲医师的证书。骹手酸痛，也是身体无爽快，有一寡民众选择透过中医改善。也毋过高雄小港区一名姓林的中医师，伫2019年6月到2020年3月，涉嫌性侵2名女性病患3摆，一审封判刑10年，二审因为甲被害人和解，高雄高分院伫3月13改判7年有期徒刑。也毋过高雄市妇女身体协会发现，这名中医师诉讼到二审判刑，甚至到7马，也继续咧共看病。高雄市的卫生局能够尽速的移付惩戒，我们的医惩会能够尽速的废止我们医师的执照。他有这个事实，其实就是已经超越了医病关系，这个就本身就已经违反医学伦理的一些规范。协会表示，高级卫生局医师顶界委员也无任何处罚，也过好好拄着龙师，拢会当暂停职务。医师法煞无明确规范强奸正做看旁，加上二审判决了后，中医师若上诉成功，也过会拖3个月到半年期间，这段期间继续诊疗，女性病患就医安全都无保障。今天如果被这个起诉，或者是被这个报案之后，却要等到这个法律判决，甚至1审不够，要等到2审甚至3审，你才有所行动。那其实它制造了非常大的空窗期。协会呼吁卫生局赶紧补空棚，废止这名中医师的医师证书。市府回应，卫生局对此案相当重视，案件起诉以来，继续加强稽查密度。2021年有医护医师顶界委员会审期，委员决议，等2审结果出来，医护顶界，即马高会院2审判7年有期徒刑，将以现有事情甲医疗法第108条规定裁罚，也要求停业。后续审理若经济重大，无排除废止职业执照甲医师证书。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12，新北邦桥有一间顾婴仔中心发生红婴仔好亲像是去互批挟持案件。囡仔妈妈今日是表示，对监视器当中会当发现顾囡仔的人，唔来用批砍头，佮无随时注意囡仔情形。新北市社会局表示，中心甲当事的人员拢有严重的损失，所以会用相当的处分来罚24万。我想他能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好想他。想到家己的查某囝伫托儿中心困斗，煞互棉被砍头死亡，这位家长是真艰苦。监视当天的监视器画面，毋但囡仔的头互棉被砍掉着，托育人员佫吸涂骹，甲地毯放伫囡仔的棉被顶面，现场输血的比例嘛违反规定。4点多，这个涉嫌人就开始吸地板，他还把地垫甩盖在我女儿的身上，甚至用脚踩在我女儿的腿上。一边用吸尘器吸地板。
加上甲立委要求新北市政府严格处罚业者，并加强稽查，唔通个悲剧搁再发生。那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因为免被盖头而造成的遗憾，过去其实也曾经发生过。所以我觉得我们相关的主管机关真的应该要来正视，并且很明确的来告诉托育人员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行为。确实有严重的不当跟疏失，所以本局已经针对中心跟托育人员的部分，寄出最重24万的处分。儿福联盟表示，这几年来确实有不少案例，托育中心为着让囡仔好路面，就甲因规个面拢砍掉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他们的设施设备灯光就要可以做弹性的调整，当孩子睡觉的时候灯光就可以调暗，或是窗帘可以拉下来，而不是用这种物理的方式盖住小孩的眼睛、口鼻，这么危险。然后平时睡觉的时候，其实托育人员还是要随时留意孩子睡眠的状况。儿福联盟建议，自囡仔对托育机构转到厝了后，家长会当注意囡仔的身体外观和情绪感受变化。若是机构有提供用餐或者是困倒的影像，嘛会当注意囡仔的状况感受正常。上重要的是，机构的主管就要随时注意托育人员的各项工作感受落实，才会当保护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有侪传统的原住民部落，当地有双龙吊桥、七彩吊桥等等的风景区。进前信义乡公所嘛，伫咧河川地种一大片的朴树菊花，希望向游客来看花，顺续带动部落的观光。一片大片的朴树菊花海，互人看起来心情真好。花海内底还有一寡古水的砖塔，向游客来翕相。这边还有一些小的装饰，其实就是蛮适合来拍照的。对，然后就可以来这边看，心情就会好很多。对，这是南投信义乡第2村的溪花，是落水溪的顶楼。这块土地原本拢是石头，信义乡公所今年甲第4河川局借这块地。希望增加落水溪烟花景点，带动地方的观光。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七彩吊桥也在我们的双龙部落，所以我们今年在这里做营造，将这个土地来去做一个开发，然后营造一个花海，让进来新乡的游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景点可以去欣赏。第4河川局表示，种这片花海除了有发展观光的目的。甲拢是石头的土地整理过了后，买当防止中大水，保护村民种的农作物。在这个高滩地上面，我们做一个整理。那除了是说可以来营造这样的一个花海的地景以外啊，那更重要的是说，也能够保护我们乡亲在这边有种非常多在地的农作物的一个安全。信义乡公所表示，这片花海即马开甲真水，地主嘛会安排市仔推销在地的农产品。因嘛欢迎民众伫咧花海翕相欣赏了后，嘛会当去边仔部落甲吊桥行行咧，感受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六甲为着拼观光，设计一个六甲比长 Map 的宣传片，小解六甲甲附近的风景区，嘛特别做有在地特色的翠暗，用文创的方式行销观光，顺续做防疫。台南六甲有一大片美国水上，都伫台一线边啊。因为交通利便、风景水，这2冬下侪游客去翕相，带动地方观光。六甲公所嘛有做相关的导览手册，推荐当地景点。即阵就设计一个六甲比长地图，结合六甲、柳营、关田3个地区，介绍特别的比长文化。我们以我们6甲为中心，然后向南向北延伸，我们做一个皮塘的一个地图啦，让咱外口的游客也好，咱全国乡亲会当来这个皮塘来家呢 happy 一下啦其实非常这个防疫期间也是适合全家一起出游。公所表示，六甲比塘是真有特色，唔但风景水，而且佫有一寡比塘是有100年的历史。若除了观光，也着拼防疫。公所佮结合产业，设计出有在地特色的翠暗。是我们4只公仔啊，那个我们的小松哥哥、小雨姐姐，还有火鹤妹跟稻子哥啦，来到6甲上好胜啦，来稻就是我们的月光米啦，松是我们的落羽松，鹤就是我们的火鹤啦，希望我们经过这2个一个口罩的一个文创能够让那个我们的一个6甲的品牌在我们的一个台湾发光发热啦。即阵因为疫情的关系，袂当出国佚佗，公所希望若壁国来观光，阁会当甲防疫做好调整。即回透过六甲比长地图甲特色翠暗，用文创的方式，甲这景点小解互游客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3地门乡公所真密接咧推动作业，
族长是带头用族语做施政的报告，乡邻的一寡标示嘛拢用族语咧写，是真用心咧打造母语的环境。今年阁修订原民会发的母语友善环境的评定。伫咧乡大会专程用台湾的族语做施政报告，现场阁有安排即时的统一。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乡长陈木乐赛积极咧复兴族语，毋但鼓励公所的人员考族语认证，也会含教会做伙伫咧部落开设教学班。负责人在那边讲解推动的这个政策，请了一个专门用母语翻译的职员。希望以机关首长率先来使用族语对于整个乡或是整个族群来推动族语的传承非常重要。我们的语言如果没了，文化也没了。因为部落内底侪伙人多数也是讲族语，另外也要促进少年辈学习族语。乡公所积极咧打造母语环境，那公众场所的标示牌拢有写族语。公所也有安排族语的统一，就连路人本所车嘛拢用族语咧放送宣传，就是要互居民的生活当中愈接触到族语。我们对族语通过的这个比较高阶的、中高阶以上的，我们会来颁发一个奖励金。我们希望用全族语来进行我们的会议，用全族语进行我们的业务宣导。那甚至我们未来要推动这个罗马拼音的这个公文。陈木乐赛表示，对公部门开始带头使用母语，希望会当带动部落的少年辈对咧讲，进一步传承台湾的文化根本。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让民众知影发展较慢顿的囡仔甲因的家庭会遇到啥物问题，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基督教病院做伙办儿童剧场，望希望剧场会当互大家有正确的观念，会当看待囡仔早期的治疗。儿童剧场伫台顶表演故事，互囡仔甲家长看。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基督教病院邀请150个厝内有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希望用戏剧的方式，让家长去注意到发展较慢顿的囡仔。那透过就是教育还有这个医疗，比如复健听力或是语言治疗。那还有就是说他的整个社会的这个融入，所以我们会在他不同的阶段转介他们到最合适他们的这个学习的单位。嘉义市社会局表示。社会态度会影响着发展慢顿儿童家庭接受治疗意愿。6岁进前是这个囡仔接受治疗上好的时间，希望透过宣导，让家长有正确的观念。像会有一些传统观念，觉得这样很像小孩子生病，但是我的看法是，他不是生病，他是比较慢了。然后我只要引导他，协助他，不要让他就是越来越慢。透过家庭的方式，教厝治疗甲巡回辅导的服务。嘉义市儿童发展同步转介中心20多年来，协助过将近1万名6岁以下发展慢顿的囡仔。嘉义基督教病院早疗中心表示，社会正确的认识会让家长有信心，嘛才有法度替这个囡仔带来更较好的教育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2度，中部地区19度到26度，南部地区19度到30度，东部地区19度到25度。外岛地区17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